咁咧呢個部分咧會講乙部同埋田制嘅。咁由於科舉制嗰陣時補課，我哋講咗，我時間有限，我唔花時間再寫太多啦。咁應該要講嘅要交代嘅補課嘅時候交代咗。咁最主要咧，我哋都想講下乙部要留意嘅地方啦。咁今年就好多人都講話甲午機會都大。咁其實甲午戰爭你問我，即係有乜嘢要重要留意啊？第一樣嘢我諗都唔使諗啊，一定如果即係考評局咧勁衰格嘅話咧，一出條地圖先斬一半。你哋應該要好清楚一樣嘢就係咧，考評局咧係好清楚乙部第一題啊。OK 係最多人揀嘅選答題嚟嘅。咁你多人揀即係代表大家都落重注落呢題度啦。咁原因都好簡單啫，因為乙部嘅出發同甲部唔同啊嘛。甲部5個單元，乙部得3個單元，咁佢嘅出發就每個單元出一題咁啊收工啦。咁所以咧，如果你得齋讀呢個入侵改革革命咧，一般嘅學校咧都即係教完4上4下，某程度上佢2條選答題考生可以答晒㗎啦。咁必答題嘅部分其實某程度上亦都真係可以唔使教咁 detail。好啦，既然係咁樣嘅話，我係考評局啊，我代入佢哋個角色，我一定問呢啲考生最唔熟嘅嘢嘅。嗱，阿豬阿狗馬關條約個個都會背㗎啦，呢啲難唔到大家嘅。咁一定第一樣嘢會整死人嘅，一定係地圖。無論係你講由呢個朝鮮入侵到去啦，講緊平壤陸戰、黃海海戰嘅部分啦，甚至乎再去到後期啲啦，進入到去 OK 即係海戰後嘅部分都好啊。其實呢啲嘅地圖書係有嘅，不過考生好多時都會忽略咗嘅啫。咁既然係咁咧，我哋就唔多唔少咧，就要諗下佢仲有乜嘢位可以分高下。由於中日甲午戰爭嘅導火線係1894年嘅東學黨之亂，所以如果我哋想攞高分，其實應該要好清楚究竟中日本身對於朝鮮呢個地方有冇簽過其他嘅條約，會出現到東學黨之亂 OK， 然後爆發呢個甲午戰爭嘅局面，其實同而家畫面上邊 A、B、C 3條條約有一個不可分割嘅關係。同學，如果你哋好溫書已經溫到好熟嘅話，你應該好清楚啦。江華條約係啲乜嘢啊？喺1876年 OK， 自主國啊嘛，要朝鮮成為 OK。濟密浦條約講緊啲乜嘢啊？哎呀，兩個都可以喺度駐兵啦。到1884年 OK， 中日天津條約更加確立咗當時可以中日共同出兵。正因為有呢3條條約嘅基礎之下，先會發生1894年東學黨之亂。如果唔係點會即係中日共同出兵啫？係咪？因為大陸政策嗰度佢都諗住，朝鮮係個踏板嚟㗎啦，佢一做咁樣做。所以啦，其實喺呢方面咧，我哋係要有多啲嘅前設嘅。咁我頭先即係上半集都有講到啦，你有咩要分高下啫？就係呢啲大家都唔熟嗰啲啊嘛，咁你就盡量背熟啲咯。OK， 預備多少少入去。咁當然啦，甲午戰爭嗰個過程其實好短嘅啫，無論你講平壤陸戰或者黃海海戰都好，其實基本上都唔會係太 focus 喺嗰個戰爭嘅內容上邊㗎啦。反而咧，好多時題目都會要求大家咧去理解一下當時中日甲午戰爭每個 party 嘅取態先。我哋先唔好理日本咧，日本唔需要理，擺明係諗住打中國㗎啦，你嚟都嘥氣嘅。咁好啦，而家就睇下即係清政府裏邊內部點睇啦。咁光緒帝 OK， 一個好年輕在位嘅皇帝啦，咁佢相信洋務運動有成效嘅，咁所以佢點啊？佢梗係主戰啦，佢相信新式艦隊噶嘛。嗰陣時上堂，如果有同學都有聽過嘅話，都知㗎啦，就係啲咩啊？佢哋嘅艦隊係有排名嘅，佢應該覺得喂，當時佢哋嘅艦隊係可以抵抗所謂小日本嘅入侵，但係另外2個人唔認同啊嘛。第一個呢個女人權力最大嘅，當時正值咩60歲 birthday party， 唔好打仗，唔好搞佢啦。好啦，呢個女人當唔理啦，咁呢個男人值得理啦啩？
李鴻章是何許人啊？洋務運動主要推動者啦，擺到明係咪？佢同你講話去主和喎，原因係咩啫？佢心知肚明啦。我哋考就考甲午戰爭啫，實質我哋都需要知道洋務運動嗰個發展嘅歷程。我哋可以分為咩？前期同後期啊嘛。1861至1872年係前期啦，1872年到1894年到95年呢個我哋叫做後期啦。點解會咁分啊？因為前期強兵，後期係實業啊嘛。然後點解後期會實業啊？唔係因為佢覺得實業重要而實業喎，係因為咩啊？人最大鑊嘅嗰樣嘢冇錢啊嘛。OK， 啲軍費俾阿慈禧 cap 晒。OK， 自己嘅軍備根本軍隊又冇辦法更新，所以佢主和作為一個前線人物，你啊攞個腦諗一諗都知啦，即係前線嘅戰士清楚個軍隊多啲，定係深居簡出嗰個皇帝會知道個戰事發展多啲啊？諗都唔使諗啦，你一定會投阿李鴻章一票。好啦，李鴻章有呢個嘅主和態度，亦都建基於啲乜嘢啊？佢諗住英國同埋俄國會幫手㗎嘛。OK， 點知呢兩個國家喺度食花生，翹住手，乜都唔理，抱觀望嘅態度。好啦，正因為呢三個 party 各自嘅想法啦，導致到當時李鴻章錯失咗主動嘅機會啊，亦都延誤咗個戰機，導致到戰術上嘅失誤咧，所以甲午戰爭咁快就結束嘅啫。咁所以啦，好多時咧，我哋都將戰敗原因啦分析喺呢三個人身上嘅。咁啊，呢三個人咧，究竟有乜嘢嘅失敗之處咧？阿 Sir 就唔喺度多講啦，主要咧想講光緒嘅部分嘅啫。光緒咧，無論係喺呢個甲午戰爭嘅角色啦，或者維新運動都好啦，其實咧，你用4個字可以形容到佢㗎啦，識見不足，簡單啲嚟講，個人廢。OK， 點解咁樣講咧？就係佢好多諗法嘅，其實佢嘅想法冇錯，不過佢冇付諸實行嘅能力啫。佢成世人都俾慈禧食死咗㗎啦，佢根本上冇辦法做到啲實績出嚟讓佢翻身嘅。甚至乎你會見到戊戌政變之後啊，佢被呢個軟禁喺瀛台度，直至到佢老死啦。咁所以你亦都好肯定一樣嘢㗎啦，光緒呢個人咧難堪大任嘅。咁所以啦，我哋去分析戰敗原因啦，除咗講咩慈禧啊、cap 水啊、李鴻章啊，即係依賴咗列強會參與呢個斡旋啦，導致到最尾外交上面嘅一啲失誤呢啲等等嘅問題咧，其實基本上我相信大家喺呢個部分應該要掌握到㗎啦。好啦，既然係咁樣嘅話，咁前面部分講咗啦，講埋後面部分啦，就係馬關條約嗰度。馬關條約啊，其實內容就唔係好難啫，賠償咩2億兩百銀啊，各呢個遼東半島啊、澎湖列島啊、台灣啊等等啊，在華設廠呢啲咁嘅嘢。其實我哋應該要點啊？係 focus 喺之後嘅影響上邊。所以啦，對於我哋去理解一條即係選答題，佢會問嘅狀態下，一定係 focus 喺2點啊。第一個向度啊三國還遼事件點樣引申呢個列強劃分勢力範圍 ？OK。第二點就係即係俄德法三國還遼啦，我哋講緊 OK。跟住導致到之後租呢個大連旅順啦，跟住德國租呢個膠州灣啊，跟住英國係租咩啊威海衛啊，跟住法國租廣州灣啊，跟住日本租埋福建等等等等，將中國畫餅仔咁樣分啊。如果唔係美國有呢個門戶開放政策啦，即係國務卿海約翰聯同英國咁嘅合作，冇呢啲事嗰陣時講到中國會俾人劃分㗎嘛，係咪？所以呢點一定係馬關條約裏邊我哋要講到嘅地方，就係遼東半島呢件事點樣被阻止啊嚇。咁啊，第二個向度就係即係允許呢個列強啊在華設廠啊。咁啊，最主要就係咩咧？因為我哋之後牽涉到好多原材料啊、鐵路權嘅問題啦。簡單而言，4個字講晒：利權外溢啊！咁呢個咧，你亦都喺經濟嗰度角度考量啦，講到本土嘅實業啦，或者本土嘅工商業啦，點樣遭到外國嘅剝削？咁啊，所以啦，我哋可以得出一個好簡單結論啦，就係粵報嘅選答咧係唔會單一問入侵啦、改革啦，甚至乎革命嘅，佢多數咧都係會混少少噶啦。所以你哋要就算貼嚟温都好啊，千祈唔好走去入侵就冇入侵，改革就改革，革命就革命，咁樣咧你一定會中伏嘅。咁嗱，老實我哋而家都要畫，即係時間有限啦，剩翻3日係咪？3-4日啦，咁我哋都要畫，即係縮緊一下個範圍噶嘛。
咁嗱，好簡單嘅推論啦。上年咧出過羊毛、出過維新嘅，考咧係考得 OK 嘅，所以咧我覺得佢翻炒嘅機率係好低嘅啫。咁所以啦，之前2024年必答嗰度 OK 出咗咩啊？羊毛點解會遭到官員反對啊嘛？當時即係好簡單啦，嗰條題目即係抄呢個字個知道在人心不在技藝啦，即係唔好搞奇技淫巧啦。同埋維新派觸碰咗呢個既得利益啦，所以導致到官員同事人都反對嘅。好，既然佢咁樣嗰度問過呢，咁我就可以推論佢會出咩呢？佢就係問羊毛成效係唔係 OK， 但係點解甲午會戰敗 OK？ 又或者甲午戰敗完同維新運動嘅開展有冇關係？嗱，我哋嘗試調一調轉去諗下考評局嘅思維。咁我哋可以將咧嗰個甲午咧作為主軸啦，去諗下之前發生過嘅洋務運動啦，之後發生嘅列強劃分勢力範圍或者維新運動嘅。咁我自己覺得啦，如果去問兩條入侵嘅機率好細嘅，即係冇理由 A 題問即係甲午戰爭，跟住 B 題問八國聯軍之役啊嘛，中間仲隔咗好多嘢。你要知個義和團事件啦，你又要講到八國聯軍嗰個即係講緊呢個辛丑條約嗰個賠款問題，咁冇理由淨係問你哎呀2億兩白銀同呢個4億5千萬兩，跟住連埋利息9億8千萬兩嗰個問題，冇理由咁樣嘅，佢唔會咁樣問嘅理論上。咁所以我哋去溫嘅時候咧，可以嘗試將個主軸啦擺喺甲午戰爭嗰度，咁然後再跟翻筆記啦，睇翻前後嚟溫咧就可以噶啦，同學。咁啊，第二題啦，咁啊好多人嚟問過我話，唉，有冇機會咧，即係我同你哋上堂補多一次，究竟即係袁世凱同埋軍閥混戰嗰段時期啊？咁唔敢 promise 大家太多啦。如果你哋有睇緊呢條片嘅話，我希望我聽晚有機會啦，咁就冇可能寫到噶啦，我都係對住份筆記講啲重點嘅啫，睇下可唔可以簡單拍段短嘅出嚟啦。如果拍到嘅話，唔該你哋想揀呢題嘅都聽下啦。咁啊，最主要咧，其實民初嘅部分我哋可以分嘅嘢咧，首先我哋識斬開一橛橛嚟揾先啦。第一橛咧一定係袁世凱掌權年代噶啦。咁你講袁世凱掌權，咁你一定要知道佢即係新軍出身啦、北洋派系等等嘅事情啦。咁啊，另外咧就要知道1916年袁世凱死咗之後，中國進入咗一個混戰期，我哋所謂嘅軍閥混戰，咁亦都係我哋所講嘅後袁世凱時期。呢兩段時期其實基本上對於考生嚟講係最煩，因為事件太多得嚟呢啲時間又重疊，有橫向有縱向，導致到考生咧好多時候都會混淆咗唔同嘅嘢嘅。最簡單溫法啊嚇，阿 Sir 幫你哋安排好咗㗎啦，1、2、3點。咁啊，袁世凱嘅部分好簡單嘅啫，你應該知道 OK 佢點樣去逐步由一個直隸總督，跟住臨時大總統、正式大總統到呢個中華帝國皇帝，點樣逐步排除一切險阻去稱帝嘅。咁你去諗到都知㗎啦，無論係什麼國會大選啊，OK 善後大謝泰啊，即係你之前講緊宋教仁被殺啦，善後大謝泰部分啦，跟住到二次革命等等嘅東西。OK， 我講咗袁世凱應該補課嘅時候有提過，袁世凱係有心咁做，佢好清楚南北兩邊佢係要諗辦法搞掂南方勢力嘅。佢都唔打冇把握嘅仗㗎嘛，係咪？佢唔係傻佬嚟嘅，呢啲肥仔係最有計㗎啦。佢擺到明係要為自己有100% 把握取勝，先會去問五國銀行借嗰2500萬英鎊嘅去擴充軍備。所以點解二次革命咁快收檔啊？原因好簡單啫，因為袁世凱一早準備充足。好啦，到之後。孫中山、黃興流亡海外，佢咪一步又嚟過咯？國民黨都冇咗啦，被視為呢個亂黨啦，因為呢個李烈鈞、胡漢民同埋呢個柏文蔚參與二次革命啊嘛，咁亂黨啦。OK，咁結果點樣啊？孫中山又要喺海外度搞個中華革命黨啦，跟住慢慢演變成呢個中國國民黨呢個後話啦。OK，
但係你袁世凱喺個中國內地嗰度就係一步一步解散國會、廢除臨時約法，OK 揾人組織籌安會，揾美國嘅學者阿古德洛出嚟寫中國唔適合呢個民主共和制度，應該行帝制，跟住課金揾人做請願團，最尾啦。國民代表大會投票一致推舉袁世凱成為中華帝國皇帝。OK， 1916年元旦，洪憲元年，你呢個部分 OK 先係袁世凱你最要知道嘅地方。當然要問嘅就係點解二次革命嗰度去打得贏，但係到護國之役嗰度會輸，大家都好清楚啊嘛。個關鍵就係冇人想要皇帝，同埋咩啊？最重要嘅就係中華民國嘅約法嗰個問題，就係大總統選舉法講到明咩啊？總統可以無限連任啦，仲要點啊？要有呢個總統去提名，令到佢班親信冇晒希望啊！咁所以最後啦，喺護國之役裏邊，段祺瑞、馮國璋個個唔理佢，眾叛親離之下，佢又係3個月唔夠就宣布要退位。呢一個部分最尾喺6月嘅時候，袁世凱鬱鬱寡歡致死啦。呢啲唔提啦。咁總之呢嚿嘢我哋講緊嘅係第一 part。當然喺呢個第一 part 裏邊，你亦都要有一樣嘢要知嘅，就係同日本簽訂21條嘅部分啦。咁好啦，第二 part 啦，咁即係後袁世凱時代啊，咁嗰度比較多啊嘛。咁嗰度比較多，我哋點樣去處理個部分呢？嗱，好老實嘅，我都係斬開2橛嘅啫。OK， 第一橛一定係講呢個府院之爭到5四運動嘅部分，因為府院之爭講緊呢個黎元洪、段祺瑞嘅鬥爭啦。OK， 總統府同呢個國務院之間啦，跟住搞到 OK 最尾炒下段祺瑞魷魚啦，跟住張勳復辟啦，跟住段祺瑞從反崗位掌控大權啦，咁黎元洪下台，而成功導致到點啊？中華民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更加重要就係因為參加咗第一次世界大戰，先會點啊？先會有5四運動嗰件事㗎嘛。咁所以我哋將呢個咧擺為同一個整體嘅。咁當然啦，1918年講緊嘅山東問題換文啦，亦都係即係我哋需要留意嘅地方啦。好啦，而5四運動嘅部分，當然我希望同學即係除咗知道外交上嘅獨立自主之外啦，亦都要知道當時嗰個新文化運動嘅影響。咁呢啲前設嘅咧，唔該睇翻我嘅溫習重點嗰個筆記，咁你哋自己就會睇到㗎啦。咁我亦都唔嘥時間，咁反而提一提大家咧，山東問題係唔係懸案，有冇解決咧？係由你支筆去寫嘅。你話冇解決嘅，你咪就係強行去講咯。1919年後，山東問題成為懸案，OK，所以咧就做唔到外爭主權啦。咁但係你話唔係，山東問題得以解決嘅，你咪話咯。當刻雖然冇即時解決，但係最尾咧同列強嘅交涉之下咧，由於呢個外交上走向獨立自主，最終喺華盛頓會議嗰度咧搞到咧可以攞錢贖翻呢個山東翻嚟，山東正式重回中國版圖，不再成為懸案。OK， 亦都解除咗咧呢個21條同山東問題換文帶嚟嘅煩惱啦。咁呢啲點寫 depends on 你支筆啦，而呢啲上堂教過嘅技巧啦。好啦，咁第3個 part 啦，就係講緊軍閥混戰啦。咁軍閥混戰好多時啲學生就同我講話好亂啊，好亂啊！我其實都明係亂嘅，因為除咗係個時間線之外啦，後袁世凱時期啊嘛，群龍無首啊嘛，係咪？好簡單嘅啫，阿 Sir 教你哋記雙數年份 ，OK。總之一日未有國民革命軍之前，雙數年份都係要有呢個軍閥大混戰㗎，分別就係1920、22、24年嘅啫。無論係直皖啦 ，OK， 2次嘅直奉戰爭啦，都喺雙數年度發生嘅。然後呢啲混戰咧一到咗OK， 國民革命軍北伐嘅時候咧，基本上就冇再係有大規模嘅混戰㗎啦。咁亦都要留意啦，呢條題目好大機會，如果要問嘅話，我覺得機率極低嘅。
但係你溫得唔該，你溫埋去啦，就會牽涉到國共嘅第一次合作啦。咁即係話你要知道，即係國民黨嘅發展歷史同埋共產黨嘅發展歷史。咁國民黨嘅發展歷史，我記得上堂有同你寫到個表嘅。咁就係講啲咩？由1894年啦，興中會啦，1905年同盟會啦，到呢個1912年國民黨啦，1914年嘅中華革命黨啦，到1919年嘅中國國民黨，基本上你要知道成個發展嘅歷程啦。OK，咁共產黨係簡單啲啦，係咪？即係五四運動令到馬克思主義喺中國度開始廣泛咁樣流傳，咪叫做啦，喺一個考試內容上邊。咁更加重要，我哋要知道關鍵點係咩？1921年7月23號，中國共產黨於上海成立呢一件事。OK， 跟住之後嗰啲鮑羅廷OK， 唔同嘅人出現啦，跟住有孫文粵非宣言啦。OK， 跟住黃埔軍校嘅建立，到1925年孫中山瓜咗，1926年國民革命軍不伐啦。咁呢個部分記得溫咗就要識㗎啦。OK， 咁好啦，第三題嘅部分，咁講真，全世界都咁樣貼㗎啦，我都唔例外啊。你問我建國初年政策同文化大革命，嗱，兩個我覺得都會出現嘅喺你哋份卷度。問題就係究竟建國初年嘅定係文化大革命會喺必答題度出現嘅啫。嗱，呢個我唔夠膽擔保。咁首先啦，又係要將佢斬開一橛橛咁樣去溫啦。建國初年部分啦，OK， 唔使諗好多嘢㗎啦。第一樣嘢一定要知道究竟即係中共做咗啲乜嘢，令到自己 ready 去搞所謂嘅社會主義改造。第一個啦，佢哋以往都有搞開嘅土改啦。第二個啦，真係反革命分子啦，咁即係剷除國民黨嘅殘餘勢力啦。第三點啦，就係亦都同國民黨嘅殘餘勢力有啲關係嘅，就係三反針對住官員啦，五反針對住呢個工商業者，要將所有影響到中共政權嘅勢力咧，全部一併咁樣剷除。OK， 為呢個社會主義改造你奠定基礎嘅。咁所以啦，你會見到點解1949到52年會有呢件事咧？大概你個概念就係一年一個大嘅運動就得㗎啦。咁亦都因為咁樣啦，所以會有1953年嘅即係15計劃啦，去到1957年啦，然後哇，即係超額完成啊！我哋簡單啲嚟講，即係由個人啦變到小組啦，再變到一個大規模嘅集體化嘅狀態啦，無論係農業、工業、手工業啦，都會有咁嘅情況。咁但係由於57年嘅時候，即係中共內部都會發現到有一啲嘅問題啊，所以提出咗所謂嘅整風運動啦。點知就啲人咧，即係死剩把口，而演變到有反右運動嘅出現。OK， 我哋所講嘅大鳴大放，咁大鳴大放都搞掂埋啦。所有殘餘分子用翻毛澤東嘅説話，陽謀嚟㗎嘛，引蛇出洞。結果咧，導致到咧佢哋當時咧可以喺呢個15計劃後咧推展三面紅旗，都係即係第二個5年計劃啦。講緊嘅係大家好熟悉嘅總路線大躍進同埋呢個人民公社。咁我哋相關嘅年份講緊嘅1953到1966年啦。咁我哋呢啲唔花時間講啦，因為我相信會揀呢條嘅同學唔係太多嘅啫。OK， 咁有需要嘅你哋自己 WhatsApp 我講聲，睇我有冇空間再真係拍段片出嚟。但係我拍我都驚你聽唔切。好啦，但係 anyway 咧，繼續講埋落去啦。文革嘅部分咧，主要分咗做3個 part 嘅，亦都請同學去留意翻啦。咁多數咧，即係文革點樣開展啦？咁大家都知道，一定係同3年紅旗嘅失敗啦、3年困難時期導致到有呢個經濟調整政策有關啦。劉少奇啦、鄧小平嗰啲所謂一啲經濟調整啦，咁最終令到毛澤東好不滿嘅。明明毛澤東好欣賞呢個吳晗㗎嘛，海瑞罷官啦。但係咧，即係人一老咗就係咁㗎啦。OK。反而咧就俾人覺得係，喂，你係咪真係串我啊？咁樣嚇，我即係海瑞進監，然後俾人炒魷魚。彭德懷進監，我又炒佢魷魚，你即係攞嚟串我啫。海瑞罷官，咁變咗咧，就令到呢個文化大革命開展啦，即係516通知嘅部分等等等等。
咁啊，成個嘅前段啦，可以話係成個文革嘅高峰期嚟嘅，四出批鬥啊、紅衛兵運動啊等等等等啦，都搞亂咗成個中國㗎啦。即係大家都高舉呢個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嘅口號。咁點解會咁樣啊？唔多唔少都係因為有一個男人喺背後好努力去即係塑造毛澤東呢個形象啊嘛，去搞呢個個人崇拜，有毛與肉啦，嗰個就係我哋第二階段要講嘅林彪啦。咁林彪當時亦都因為搞個人崇拜嘅成功啦，而導致到毛澤東都欽點咗佢為接班人，但係可惜，佢個人野心好大啦，亦都等唔切啦，即係毛澤東好健康啊嘛，係咪？咁所以最終佢發動政變啦，然後政變失敗啦，咁啊連佢嘅勢力咧，俾人連根拔起就告終啦。咁亦都因為林彪嘅一個所謂嘅背叛啦，導致到即係四人幫可以出嚟奪權啦。咁直至到如果唔係周恩來嘅逝世，即係4.5，我哋講清明節嘅嗰件事，唔會導致到四人幫OK倒台啦，因為真係冇辦法可以揾到葉劍英嗰啲出嚟啊嘛，即係中共元老幫手，咁啊成個文化大革命先叫結束嘅啫。咁你話呢個部分當然我哋要識嘅嘢個流程我哋要識啦。我亦都好有信心佢唔會問一個15分題咁樣完咗，佢會問得好散，因為要問嘅內容相當之多。當然除咗頭先我講得好快嗰啲破舊立四新好似都冇講添，即係嗰啲紅衛兵運動啊、516通知啊、炮打司令部嗰啲你哋要知之外，咁當然上山下鄉啊嗰啲你哋亦都要理解啦。咁搞掂晒所有之後咧，基本上呢個部分咧你叫做完成㗎啦。咁好啦，時間咧講咗都非常之多嘢，我口都有少少乾，一輪再講完。咁我哋嚟到填製部分，填製部分咧基本上我冇乜重要嘅內容提醒你嘅啫。其實呢一份而家我手寫嘅嘢咧，我係會 PDF email 去俾同學嘅。咁我純粹幫大家咧叫整合咗你哋要知嘅嘢啦。咁啊呢啲係一啲要即係用得到嘅內容嚟㗎，無論係北魏或者唐代嘅填製。OK， 基本上你哋要知嘅部分啦嚇。例如我成日都講㗎啦，你點都要知道係太和年間游說之後三分居二啦，係咪？所以導致到整個北方出現呢個民有餘力而地不盡行嘅情況啦。咁而均田制嘅推行會令到佢民盡其力地盡其利啦，而做到呢個力業相稱嘅。好啦，然後我哋點知道呢樣嘢啊？咁所以同學你應該要背到晒北魏均田制嘅內容嘅。北魏均田制嘅內容，咁你一定要知道就係佢嗰個背景啦。除咗呢個地廣人稀之外，就有呢個即係宗主獨活制嘅阻撓。OK， 總之搞到最尾太和11年嘅時候，編戶大增啦。總之我哋有成效嘅背咗佢就得㗎啦。當時咧係呢個苦狀充盈嘅情況。咁我哋話啦，即係均田制個作用喺北魏裏邊，除咗為民制產之外，更加重要嘅係點啊？導致到耕者得其田啊嘛！你所有農業嘅人有自己嘅田先可以自給自足，確保到個生產嘅啫。咁而當時咧，北魏咧喺我哋兩個即係無論北魏同唐代嘅均田制嚟講啊，北魏佢係相對欣賞啲嘅。你睇到考評局嘅角度，所以請你記得北魏嘅均田制有助舒緩。OK。兼併嘅。咁另一個原因點解唐代佢會扁啲咧？因為唐代推行均田制嘅時間長啲，北魏好快就玩完啦。尤其夏文帝死咗之後，OK。咁所以啦，我哋可以講到壓抑兼併嘅例子啦，幫你哋 mark 低埋㗎啦。地方刺史楊波啦，咁因為借田咧就而被削除咗官爵嘅。另一個啦，豫州嘅崔纖啦。咁佢亦都因為咧多佔田地咧而遭到咧彈劾嘅。咁呢啲咧都係官員啦，即係多佔田地嘅例子啊。咁其實講緊啲乜嘢啦？漏咗寫添啊！頭先都呢一個咧，即係話啦，當時咧嘅均田制啊，係有遵從到呢4粒字啊，計口授田嘅原則嘅。你係攞幾多就幾多啦。至於唐代嘅均田制啦，咁可能你哋要留意嘅部分啦，真係寫到引到文咧係高層次啲嘅，人哋望落去。即係唐初立國，你要配合均田制有效，要點啊？要地廣人稀㗎嘛。咁所以唔該大家記住啦，道路蕭條，傷寒為災啦，經常都係咁樣㗎啦。尤其貞觀年間啦，蒼茫千里嘅蒼茫千里即係咩啊？
即係光禿禿咁樣，乜嘢都冇咯。OK，然後啦，田地極寬，百姓極少。你攞呢啲都可以講到話咩啊？呢啲係適合推行均田制嘅條件嚟嘅。當然啦，紅色字嘅部分啦，大家都應該好熟悉㗎啦。均田制嘅授田原則啦，點樣去做到惠民濟產啦？就係先課役後不課役，先無後少，先貧後富啊嘛，講到明㗎啦。一定係以平民為優先。咁啊，均田制有成效啦。由於即係隋朝都叫做富庶過啦，所以一定會有啲富人圈地嘅問題啊，多佔土地嘅問題㗎啦。咁啊，第一個咧，唔知大家有冇揾到啦？樂州刺史賈敦頤啦，咁啊攞翻3000多頃地出嚟啦。咁所以咧，當時均田制係非常之有成效嘅，就係人家糧儲啦，階級歲數，喂夠幾年嘅，人哋儲完啲糧，唔係即係擺啲乜。然後啦，你真係想再勁啲嘅，唔該同學留意翻啦。其實咧開源節流咧係大概有9600多萬石嘅，呢個係各個教科書都有出嘅數據，而考評局都有問過嘅，請大家緊記啦。咁啊，由於即係我哋話均田制一定要點啊，同戶籍制同稅制係密不可分㗎嘛。咁所以我哋一定好清楚地要講到咧，就係均田制係有助呢個編戶。咁所以亦都講到元宗嗱，元宗天寶已經開始衰㗎啦。OK，但係天寶年間係一個即係人口嘅頂峰嚟嘅，900多萬戶啊嚇，一比係乜嘢咧？大家有個概念啦，高祖的200幾萬戶，即係戶數多咗4倍幾啊嚇！咁甚或乎啦，咁有啲同學，如果你都即係上堂有留心聽，都記得我講啦，佢多數問即係唐均田制敗壞嘅原因多啲嘅，亦都有呢啲例子可以用啦。例如就係講到呢個敦煌籍帳啦，甚至吐魯番戶籍殘卷啦，去講到即係哇寬鄉喺武後到元宗時期嘅受錢不足情況非常之嚴重，所以咧關中地區咧，尤其峽鄉部分咧，一定係更多人冇田嘅。咁既然更多人冇田，就做唔到好似北魏頭先講嘅耕者得其田啦，咁亦都做唔到惠民濟產嘅。咁啊，所以啊，亦都有例子啦。元中有個人叫盧從遠啦，咁咧佢係有數百頃嘅佔地啦，好明顯就唔係計口授田原則嚟㗎啦。咁就俾人叫做多田用啦，甚至乎到晚唐時期咧，有啲有錢人咧係佔地萬頃添嘅。咁又好快一輪嘴啦，講咗一啲要大家留意嘅地方。咁啊，希望同學聽完之後啦，溫書嗰度會有更清楚嘅方向。如果咧有一啲新嘅我真係錄得切嘅話咧，我會透過同學去通知大家，再 send 條 link 俾大家㗎啦。咁就多謝各位啦。咁考緊其他科嘅加油啦。努力溫中史嘅更加要加油啦。記住即係唔好睇死自己啦。仲有3日，即係起碼有72個鐘頭嚟溫啦。捱得幾多得幾多，相信你哋嘅努力啦，測過嘅小測啦，緊記我提過嘅重點啦，有啲我講到口都臭嗰啲嘅話，你 follow 晒，相信你哋問題都不大嘅，加油！